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阿强啊扰乱台湾，因第一台专注这航空母舰驶经过台湾海峡，咱的国军唔敢大意，全力守护台湾。国防部嘛讲，拢充分来掌握。啊，这阵保护着国家的军人，其实嘛活条的一面哦。迎接着明年的到来，国防部今仔日发表着民国110年国军形象的月帖，来强调着国军的年轻多元的形象。 有官兵战备训练，有专家服的温暖画面，有充满活力的社团表演。国防部发表明年度形象月历，主题真多元。月历的主角涵盖着官士兵，每个层面都包含着。第一个月是一年的开始，我们就希望国军在一年的开始就可以传达给国人最安心的感觉。 每一个月份的主角马拢有到现场分享军中生活无共款的体验，是讲最近中共的军机一直来扰乱，山东舰国经过台海，甚至听讲辽宁舰嘛要落南，国军都要严肃以对。 中共辽宁号的航空母舰啊，目前我们所掌握并没有南下的征候，那么但是我们会持续运用联合勤政的作为，充分的掌握有关于共机它的一些异常的活动，那么。 我们都是秉持不挑衅、不确敌，以及越接近本岛越积极处置的一个指导。国防部强调讲，一切拢伫掌握中，绝对袂放松。